讲到今仔日，这台股是开价走价大落506点，收伫咧27397点。台积电的夜落30块，收伫咧1430块。连亚洲股市也拢表现无介好。就专家认为讲呢，这美国联准会官员放出暂停降息的消息，去影响到科技公司明年的融资状况，引起市场烦恼讲这 AI 会变做水泡的担忧。台股10时出现强烈卖压，开盘不到5分钟就落到上期27383点，大落超过500点。盘中有较收，暗过最后一环无法度挡外资的卖压，提款台股603亿，创今年第三大卖超，最后收跌27397点，落506点。其中台积电落30块，收跌1430块。电子股又要全面失守，市场解读是外资全面彻底性卖超。美国的殖利率期券出现了熊陡的发展，除了对于股票市场出现估值的压力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针对于 AI 企业未来的融资状况出现了更大的压力。那我们看到，当这个殖利率曲线长天期的这个利率是往上抬升的同时，那这个背景是建立在美联储降息的环境当中，那么就代表其实这个降息的环境并不足以让整个投资人呢有一些比较属于资金宽松的乐观预期。阿股卖压也正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落3.82%，一经225指数同款科技股带头落，收盘落905点。专家解释，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结束市场上等关门，不过停摆期间因为缺失官方资料，可能包含 CPI、非农就业指数都无法度如期公布。美国联准会无法度判断市场情势，决策官员风险释出暂停降利息警讯，引起烦恼。对台湾的一些影响呢，最主要来自市场面哈，包括外资的流出啦，汇率波动以及科技需求可能放慢哈。那整体来说呢，是金融波动，而不是金融危机。专家分析，美国降利息期待可能无望，上受影响是 AI 相关概念股，因为市场烦恼 AI 企业融资利率成本提悬，金融机构的融资审核更较困难，也可能利率会起来，可能牵动甲美国客户合作密切台积电。不过目前台股震动是属于短线波动，长线观察，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有希望接近6%，经济基本面依然是正好。记者综合报道。